韓國平澤市因為擁有半導體的產業聚落，佮着台南市科學園區佇個產業的結構，佮着城市的發展具有合作的潛力。即屆佇個平澤市長鄭產善帶領農業佮着科技相關的部門來台南訪問，並且拜會市府，佮着市長黃偉哲共同簽署台南佮着平澤農特產品的交流備忘錄。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我們台南市跟韓國的平澤市兩個友好的城市非常友善的城市來一起在台南舉辦。那中間以過去的美食論壇主要是以做菜為主，那今天的食品論壇主要是除了菜之外，美食之外有很多的農特產品的交流。那像韓國平澤市的這個他們的梨子水梨，跟我們台南市的許多這個農特產品，包括春天的鳳梨、夏天的芒果、秋天的文旦，以及這個像包括哈密瓜啦，或是包括火龍果等等，這些都是很優質的水果，但是不是全部都開放進去韓國市場，但是可以進去的我們都可以討論，而且還有很多好吃的農產加工品，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平澤跟台南市都是高科技城市，平澤有他們的半導體產業，那台南也有我們的南科，所以說這個許許多多的科技或者是將來的文化交流都是非常適合的。因此呢，我們很願意也樂意來開啟這一次的食品這個論壇，那也會邀請到許多的專家來為各位分析兩地的一些美食，這是非常好的。接線上訪嘛出席由國內知名美術家梁佑祥，佮着台灣餐飲業聯盟的理事長李日東共同主辦的台韓農產食品經濟貿易的論壇，就兩市的外交、農業的合作，佮着產業交流等議題進行分享，展現兩市佇個深化交流重要的成果。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